我以為佢係普通阿媽，原來係家務 CEO 旁白阿明戲。我一直以為我奶奶係個平凡嘅老人家，每日就係飲茶睇劇同隔籬屋陳師奶鬥嘴，直到上個月，我幫佢收拾遺物，喺個陳年櫃桶底發現咗一本封面寫住生活魔法筆記嘅嘢。當時我心諗，魔法而家係21世紀，邊有咁多魔法？櫃桶結果我翻開第一頁，就俾佢個語氣震諗住奶奶寫住：如果你麥蒜麥到手指酸，證明你唔係勤力，而係傻娃，死咗都唔放過我。但我好奇一個可以將成間屋打理到好似5星級酒店咁嘅女人，佢嘅傻人攻略到底係咩？於是我決定試下呢啲所謂嘅魔法，睇下係咪真係咁神奇，定係我奶奶老糊塗咗。第二章，廚房戰場嘅快準狠旁白阿明。第一個挑戰就係對付蒜頭，筆記寫住唔好掹蒜芽掉入密封罐搖15秒。我當時諗呢個係掹蒜定係搖骰子，但係我試咗，音效搖晃聲 rattle rattle， 我屌真係有用，啲皮自動脫落晒，快到我懷疑人生。我突然覺得奶奶當年喺廚房唔係煮緊飯，而係喺度進行緊一場暴力美學嘅實驗。再嚟到洋蔥，我以前切洋蔥喊到好似失戀咁，奶奶喺筆記度寫，喊係因為你唔識冷藏，先將佢放入雪櫃30分鐘，低溫鎖住化學物質。我試咗真係唔使喊，我突然發現，原來我之前喺廚房嘅所有痛苦，喺奶奶眼中全部都係因為我唔夠醒。最正係掹蝦筆記話，背脊剪一刀，輕輕一推，我試咗之後，成個殼直接滑走，肉質完整到爆燈，我驚到大叫。奶奶，你點解唔早啲教我？但我諗翻起，如果佢早啲教我，我就冇機會體驗到嗰種掹到手指抽筋嘅絕望感，咁樣就冇得寫劇本啦，係咪？第三章，對抗郵購的極端改造旁白阿明。如果話處理食材係小遊戲，咁清潔就係地獄模式，尤其是個抽油煙機，啲郵購厚到好似塊牆咁。我以為要拆咗部機重新買，結果奶奶筆記度寫住唔好用死力，要用面膜。面膜洗抽油煙機洗面膜，原來係用小蘇打水加白醋再蓋層保鮮膜靜置，結果啲郵購好似被融化咗咁，一抹就淨，嗰種絲滑感真係令我呢個潛在嘅強迫症舒服到想飛起。之後我發現奶奶對淨化有種執着，微波爐魚腥味檸檬，水加熱3分鐘搞掂，水入水夠，白醋煮一煮，晾魚鏡甚至連洗水果，他都要求用小蘇打水浸10分鐘。因為農藥唔係零食，唔好食咁多。我開始覺得奶奶唔喺度做家務，佢係喺度用化學戰爭擊敗污垢。而最令我佩服嘅係佢嗰招極速冰飲，濕紙巾裹住個樽，放入冷凍庫15分鐘。喺一個熱到爆嘅下午，當我飲到嗰杯冰透嘅嘢嗰陣，我諗奶奶你唔係魔法師，你簡直係生活界嘅 Elon Musk。第四章，人生唔係用嚟受苦嘅旁白。阿明收拾完舊屋，我將本筆記小心咁放喺床頭。我發現奶奶留俾我嘅唔單止係30個技巧，而係一種唔好傻做嘅人生哲學。我哋呢代人成日講努力堅持，但係奶奶話我知，如果一件事情可以用巧勁1秒搞掂，你堅持做1小時，嗰啲唔叫勤力，嗰啲叫浪費生命。而家我入廚房唔再係打仗，而係喺度玩魔法。我唔再覺得家務係受刑，而係一種用最少力攞最大效果嘅遊戲。我想起奶奶生前嗰種自信嘅樣回，佢一定會喺天上面對我眨眨眼，然後話：明啊，你終於唔再咁傻啦。所以我話俾大家聽，生活已經夠辛苦，唔好再喺啲流碎嘢上面折磨自己，試下揾啲巧勁，將啲麻煩嘢變簡單。因為人生最正嘅狀態，就係將時間慳翻嚟，用喺真正有意義嘅事情上面。例如喺屋企偷喺梳化度睇 YouTube 打機。我係阿明，一個被奶奶救飯嘅生活玩家。希望你哋都可以揾到自己嘅生活魔法。下次見，拜拜。